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玉山国家公园塔塔遮的园区，最近有袂少的黄喉貂，也就是金蛙虎在活动。有关处用卫星定位来追踪到14只金蛙虎，发现因小小无到3公斤的身躯，竟然就亲像黄色的细呐，伫山那咧冲浪。会当伫一天的时间内，为海拔3858公尺悬的玉山的北方，飞到2600公尺的塔塔遮，一天冲啊走15公里远。这个活动的范围，甚至比台湾乌蠅还阁较宽。无人摄影机翕到金蛙虎伫塔塔遮山区古水的模样，因伫树林内面伫讨食。这个颔管的部分黄色的膜是注册商标。你若看一只较无3公斤重，因若真正要走，速度真紧，袂输是黄色的闪电。就1天的时间内，就从北峰一直下到台云管理站。为海拔3858公尺的玉山北峰，走到2600公尺的塔塔遮，一天走超过15公里。有关处用 GPS 追踪14只金蛙虎，分布图顶面每一个红色的点，拢是因出入的记录，有够密，范围有100几平方公里，差不多是嘉义市的2倍大，比台湾乌蠅的活动范围还阁较宽。黄喉貂是台湾保育类的动物，真歹，甚至会做伙咬金仔，所以讲台语叫金蛙虎。那我们是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喂食，不要遗留下垃圾或者是厨余。因若看到粪扫也是喷地去并去吹，虽然讲无攻击人的记录，不过玉管处回复游客唔通甲因饲，若无有可能会互人罚3000块，嘛会破坏金蛙虎的生态。